秤座嚟緊呢一周，我睇到 Divine 嘅 suggestion 係，我感覺到係同處女座嘅能量有啲似嘅，就係了解自己嘅能力，睇到自己嘅價值。因為可能過往天秤座嘅你，可能你會當你面對一啲人同事嘅時候，你永遠可能會覺得自卑啊、冇自信啊等等呢啲情況，但係可能其實你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。咁而同時我亦都睇到係天秤座嘅你嚟緊呢一周，可能你面對嘅係與同伴侶嘅一啲關係裏邊，可能一啲伴侶嘅關係你需要面對咯。正如我頭先所喺處女座嗰個Divine Suggestion 裏邊我都講過，即係可能好多時天秤座嘅你係唔懂得點樣去愛自己，而令到自己喺一段關係裏邊其實變得好卑微嘅。所以我睇到其實 Divine 係希望天秤座嘅你嚟緊呢一周睇到自己嘅價值。了解自己嘅價值喺邊 fulfill 自己內在嘅 Ace of Cup，同埋好多時候其實就係呢個決定權係喺你自己嘅手裏邊。即係究竟意思係你喺一段關係裏邊嘅時候，你應該以一個乜嘢嘅角色去面對你身邊嘅另一半咧？究竟可能係你自己係想以一個好卑微嘅角色去面對啊，定係以一個同另一半係一個 equal give and take 嘅情況出現，呢個模式去相處。因為好多時其實喺一段關係裏邊，唔係，我意思係，如果係一段真係balance 嘅關係裏邊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可能自己都會怪責對方，可能會有好多缺點啊等等呢啲情況，但係其實好多時就係你係每一個人自己本身去縱容咗對方，令自己變得卑微嘅。OK，所以我睇到 Divine 係俾天秤座嘅你嘅 suggestion 就係好好去愛自己，了解自己嘅價值喺邊，而好多時候就係唔好將個決定權擺喺對方身上咯，而係你自己去決定應該喺呢段關係裏邊你去點樣去 handle，或者係個人生係你自己決定，唔係人哋去幫你決定你嘅人生。